我老豆同大多數老豆一樣，都唔係好講嘢。為咗幫我慳運費，自己搬櫃唔講。我 OT 唔返屋企食，佢原來一早煲咗湯唔講。就連有事入咗院都冇講。點解你做手術唔同我講啊？我自己有分數啦。你成日都係咁嘅喎，乜嘢都收收埋埋。如果阿媽仲在生，佢實……後來我同姑媽整理老豆啲遺物，姑媽話我知，我年紀都越嚟越大啦，萬一發生咩事，都想個仔有個保障。我想個仔知，以後無論點，老豆都會陪佢頂住。其實老豆嘅心意，我又點會唔知？雖然佢已經唔喺我身邊，但我知道佢呢份愛會繼續陪住我，守護住我。